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喜来系阿明哥刘浩明。听到台湾行业嘅我哋高龄化嘅沙飛，按樣嘅表我哋裝批，睇我哋沙期地步，我哋菜地老化，睇我哋沙期地步可以安心養老，變成一個重要嘅一個議題。我哋今日有想到嘅，其實係我哋福喜來嘅老朋友，我哋始終過來到現場，也同我哋分享講，按樣嘅睇我哋更加睇幾多看到嘅沙期嘅講法幾點裏面去推廣我哋嘅老人家嘅一個菜地嘅照顧，同時把有幾多新嘅想法，俾我睇我哋嘅沙期嘅講法幾點，我哋馬上放喺市長哥嚟現場。市長哥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李市長，我來自屏東縣嘅內埔鄉。今日我分享我哋市長哥嚟到現場，因為其實我哋這個係做廣播嘛，嗬，但是今日我哋主題又冇咁樣，我哋今日主題係按照綠色嘅療育，但是睇講我哋綠色療育以前嗬，我哋提供其實從我哋屏東人嚟講嘅話，其實我哋屏東人每啲沙期嘅講法幾點，已經研究幾多嘅，嗬，其實幾多嘅沙期療育我哋咧講法幾點，但是其實幾多地方亦都冇談過講法幾點，冇你講，比如講我哋都市鎮嘅地方冇，你係咪同咱觀眾朋友大約講一下講法幾點係乜嘅，同時有咩功能係乜嘅，好冇？基本上來講嘅話，嗰塊幾點大部分可能提倡下個多啦，但係市政都應該也有，只是講吼，以佢嘅目標啦，第一啲都本老人家在地老化，多主持人有講到咩？就嗰年嘅社會來嘢，佢所以更加大家年齡年紀見嚟見做，按樣嘅本期定講提，沙期都會提農村，可以改安心嘅按樣嘢田園，也係天地最大嘅目的。第二來講嘅話，如講嗰塊幾點以外有一啲重點，因為個好嘅如講，伊除了有知識性嘅東西，我會同一條蘿蔔皮去做分享，我有同事做嘅東西，如人講嘅手作體驗，不然人可以看到美勞啦，做嘅乜嘅檳榔山啦，或乜嘅巴古迪特啦一條，不是嗰度東西睇地方，所以伊本身來講嘅話，應該算係一啲多元嘅東西。本日嘅東西加油講塑造嘅一啲做法來講嘅話，本老人家嘅身體、心靈吼得到一啲平衡，安尼個人哋會過快樂，都會過長壽。係，其實吼，我哋市長官人講係冇唔錯嘅，但是我一邊我再補充一件事情，你講，嗰種他個人有聽到我哋咧政府嘅一啲政策去觀察吧，其實沙期講法幾點嘅一啲建議吼，其實你一直推，他們前面20年。20年都差唔多，30年係算是我哋台灣經濟開始可以起飛嘅時間。其實我哋所謂的嬰兒潮，和戰後嬰兒潮，其實人數最多嘅時間。其實我哋幾多嘅年輕人投入我哋咧國家嘅建設地步，而哋幾多人學讀書，嗰時可能高中畢業嘅入去加工廠去工作嘅。我相信觀眾朋友已經幾多人嘛係讀書幾多人，但幾多人差唔多20年、30年以後開始慢慢退休嘅。好，但是我哋嘅政府發現到講，我哋見到嘅社會無從西方嘅社會可能一定退休以後，會睇緊人興一啲乜個退休村啊，或叫做養生村啊，我哋冇辦法，因為做乜呀？因為其實我哋有幾多嘅老人家有啲幾大一啲想法，而愛算是顧家，好，愛照顧老卡，好，嗰種其實我看到佢尤其喺鄉下。幾多嘅老人家都講，大家生意喺外面工作嘅，伊都自己一定要種木，好。但是我哋政府嘛係看到講，嗰啲種木嘅啲老人家，愛慢嘢去聽書，去可以採地老化，天意伊哋嘅日常，按樣去照顧，嗰種會變成有幾多嘅社區關懷據點嘅一啲產生，從頭到尾嘅市中哥講嘅，其實有幾多希望講我哋嘅體驗上嘅蘿蔔皮來，當我哋關懷幾點地方可以去上課啦，嗬，唔係青態嘛，嗬，通態嘛，嗬。咁而即個係咪要推廣一啲綠色嘅療育？咁應用嘅考察。伊係俾一啲名詞啦，吼，很多蘿蔔皮愛廣播。以前嘅方式是因為我有兼職嘅工作，喺廣播電台做主持人。目前已經冇做嘅，我都提轉啦到 Podcast 也便宜。其實都平台冇共用啦，但係內容可以做共用嘅東西。主要一個東西都係將廣播。一個媒體嘅部分更加多帶進步啊多樣嘅，先同老人家做分享，比較啲像知識性嘅啦，比如講更加廣播可以出國，
第二可以数位化保存起来，第三呢可以將一定嘅故事留存下來。每一代人當講一定自家嘅故事嘅話，佢集中起來係個精彩嘅。所以同我當初嘅構想有達到。所以講，我第一個部分都一開始先去設計，我做樣嘅方式去同人講。咁我唔能入去關懷幾點同一條蘿蔔皮上課冇咁簡單。第二都講，我尋到對嘅人，譬如講社區嘅理事長啦，還是講關懷幾點嘅隊長一條人，你先去溝通，我來做乜嘅，我可以為一條蘿蔔皮帶來乜嘅，甚至於講，一定到底要用乜嘅故事來同大家人分享，一定會講嘅，嗰些一個東西要設計過。因為從有的位我哋算是蘿蔔皮來講嘅話，一開始接觸到算是廣播一件事情。以前人係常常在談廣播啦，談垃圾油咪吼，但是一下變成伊係垃圾油地步主人的時間，伊可能會連我哋講器材用啦，吼，無論講用嘅講法啦，同他講嘅海沙子啦，都唔曉得用，嗰種也係啲一堂嘅課程係咪？係，基本上係設計6點鐘，留到嘅幾點啊？可以一擺上2點鐘，都切做3擺。但係留到嘅幾點入面，一定嘅課程嘅安排係前面1點鐘一定要做識字、發通部分咧，運動啦、健康操一點，或者只存1點鐘，都變成講嘅緊切。但係唔怕嘅是因為講主要嘅前面嘅4點鐘。係同老人家熟識，唔同伊哋咧距離綁架嘅，唔係喺一定做乜嘅，伊能會做。咁我所有嘅老人家，個微笑，第二唔係喺伊坐喺最前面，全部人哋看唔同訪問者兩人哋對話，叫色彩強嘅形象啦，講色彩。如像好多主持人講嘅，也係我設計嘅另外一個重點，由一般嘅素人、一般嘅平面老百姓變成來賓嘅時節，佢心態完全冇一樣。第二，如果等伊了解地聽到伊嘅聲音，對收音機、對電腦還是手機嘅出來嘅時節，佢感同成就感幾大哦。係冇共樣嘅。咁嗰時講，第二，如果我哋咧課程一開始，當然講伊啲配合到我哋講法幾點嘛，嗰時有時係上2點鐘，有時係上1點鐘。但是唔講係上2點鐘，其實一開始嘛係幫伊哋一步一步去了解到廣播係樣做嘅，然後最尾變伊哋變成伊哋算是書封者，然後錄風來俾人聽到自家聲音，咁伊哋後來會變成伊哋主持人嘛。也部分講難，畢竟第一伊係素人，伊係一般嘅平民，伊冇可能像人哋嗰樣訓練。第二講唔係冇人脈嘅，每一啲人唔係隨接權愛講嘅東西愛掉得到，唔好講無法度掉到，安尼都會改快嘅。第二都講也唔係一定嘅專業，我認為講伊做來賓已經算幾好嘅，伊可以講打破伊安尼微商嘅一啲情形，可以提按到講台啦，按到蘿蔔皮前面來講伊嘅故事已經冇咁簡單咧。嗰所以有個部分有過難啊，過難先。因為其實觀眾朋友，他可能會想到講，佢接觸我哋咧訪問做本人訪問嘅人，其實幾簡單嚇，如果想睇開講樣嘅，其實冇咁樣嚇，因為其實我哋喺講話時節，我哋嗰種係啲有經驗嘅書房雜吧嚇，意思講佢哋會留一段時間，本對面嘅人，本主持人可以接。然後我哋下面咧開始繼續下面咧嘅啲話題，但是嗰種我哋喺開講嘅話，我哋會搶話，搶話是睇電視地方都睇廣播地方都規範處理，因為是規範剪，好，嗰時候其實我哋會盡量唔會搶話一件事情。咁幾時間你練習嘅時間，我哋蘿蔔皮會搶話嘛？多少會，但係其實屬於啲東西，只有講不管講主持人是把當一下，點一下當嘅啦，還是講唔如本意講，但係因為有時間嘅限制，也會想講差唔多嘅，議題講啊差唔多嘅，而講嘅內容也陳述到嘅，人哋都會是把當，因為錄音不簡單，因為錄開的係不用剪，要用人哋剪嘅，所以一段愛長愛短，錄唔知個可以去控制。可是伊哋錄至少有啲機會吼，現實有啲機會，以前係糖垃圾油，然後變成睇垃圾油地步糖到自家聲音。咁所以伊哋第一擺送來考試啫，伊哋接受，應該講伊哋接受程度有未啊？所以也如同從好多主持人講嘅同樣，也都講也要循序漸進。前面都體育師先講，
讲目前的进展同演变係樣嘅，像頭先講嘅國際化啦、數位化，啊個實際上路標其他嘅社區、其他老人家分享嘅事情必定談，比如啲參考嘅啲嘢，先必定談拼營養嚟講，係啦，嗰時你一步一步來，先比講一個男人基本嘢開一個課用於體內，初衷係乜嘅，一本人做到乜嘅，中間嘅時間都講，唔可以分享乜嘅。像行業的話，可以分享風俗啦，像研究過去的講炮上的發動啦，還是鎖田啦、鋼田啦、鎖錯啦，乜個如何總變咯，唔想去分享嘅攏可以，只要唔好去攻擊，唔好講人的缺點。我說你講乜嘅包羅萬象攏可以，我說我對你重複也唔可以，唔能講乜嘅內容又唔可以傷到人，你話都變成個正面，你都可以將以上嘅講嘅。你同他家人做一啲分享嘅觀念啦。咁樣話，唔係開始練習嘅時節，我有啲主題冇，譬如講，我哋今日講以前個人做乜嘅，冇得講，我哋今日講，我哋睇做下嘅做乜嘅，有啲主題嘅實體冇。基本上唔係，我會將所有嘅可以嘅，你同伊哋講，你從頭到講嘅，唔可以對唔後生到老唔見過嘅，譬如講，你本人唱也好，你因為過旅行看到乜嘅，還是講唔感覺到更加後生嘅。那做到唔可以提看法，唔可以提想，佢就講感覺到，人哋總頭係咩，係有乜嘅風俗，或冇本人啲嘢，係可以來了解。佢說林林總總嗰度唔通可以講，只是講人哋愛突出主題去別線，線咧伊即家如果去走以上嘅講嘅東西，同大家人分享，如果你一步一步來。我哋談好來嘅話，我發現到講，其實睇人哋社區嘅講法幾點地方，可能可以談到嗰度個神奇嘅故事哦。休息一下，我哋下一段節目播完嗰度個神奇嘅故事。觀眾朋友，歡迎過來福喜來嘅。我哋上一檔節目，我哋來自我哋屏東內埔嘅李世忠哥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以係樣嘅睇我哋社區嘅關懷基點去推廣我哋蘿蔔皮愛廣播。就世忠講頭都有講到講，其實你即個冇設定嘅主題嘛，嗬。但是講冇設定嘅主題嘅話，他可能會見講也會，譬如講，唔見面冇話講，即係隨便講，我可以是講煮飯講嘅係講到拼嘢嘅事情，會有咁嘅情形。基本上唔會，雖然講睇上課嘅時間冇提定講主題，但係我要提講，如講基本呢愛訪問嘅內容唔知解上怕，乜嘅都可以。上頭都有講到，唔係可以講教大家人樣嘅做法咧。比如講唔講講炮上嘅風俗，而係元宵節還是奶酒盤咧，我有乜嘅東西，你可以用口述嘅方式。譬如講做農嘅人，你可以講，長陽咁樣嘅種。長嘅種下來一樣嘅嘅，佢說有一啲聚焦嘅主題，但係一個主題由對方去設計，我哋會講範例，比如講按到乜嘅內容可以講，先本方向思考由你自己去思考，問嘅時間我哋如果出隻問，基本要分享乜嘅，先介紹伊嘅題名來之內，要分享乜嘅，伊就會開始講，伊就會入到聚焦嘅主題。呢，但是我有種人講，譬如講日本人都講。可能個啲社員後冇都講，而即個本態都感覺到講，嗰種唔同唔點樣講，譬如講，按樣做辦咧，你按你啊班車啊，你冇啊，按你都好誒，按你講簡答題啊，要讀到按你情形冇？會，但係你講人哋會啲辦規來，譬如講伊講鐵段咧，人哋會啲講，咁整班車要整一舊誒，用樣嘅方式，台灣有台灣嘅整法，亞視路有亞視路嘅方式。我思路唔可以到圖整一句嘅，嗰陣人哋攞去引導伊講出以上嘅講嘅內容，因為伊係最熟嘅人，人哋攞去想啊，伊攞去見講見吵，但係如果差唔多談多嘅，差唔多多一個時間咧，你可以做一啲段落嘅，你可以去做一啲結束嘅動作。咁差唔多係第一到八嘅課程上去後，你可以是錄音嘅啊？佢通常係。頭都要講6點鐘嘅嚇，4點鐘嘅課程上係哋，全部喺不了啊，攏係錄音。
嗰所錄音嘅時節，如果請主辦單位先將名單列出來，第一、第二、第三，馬個人哋來先一批學生，我先提講，一啲人大約40多分鐘，但係唔好擔心，因為錄個東西係可以剪嘅，嗰所你只要你嘅方式去講啊差唔多，人哋主持人就可以去當機嘅，基本呢啲有個話題分享都一樣，差唔多嘅，人哋嚟倒車。有鼓掌啊！等安尼，我哋搞到清楚。冇錯。但是當場很樣嘅呀。你這個坐前面，主持人坐前面，見面嘅訪問嘅第一個人，你對你馬喺坐喺前面，從面嚟帶下去談一陣，佢等於講欣賞人錄音嘅過程係咪？如果種人基本呢啲比較啦，呢啲都主持人，一啲都來賓，其他人都坐喺下邊看。但係你講，人哋兩人。人做對人做，所以我看唔到多一點，多帶條乜嘅動作。人哋錄音為主要係聲音嘅品質，所以我要求一點講，當我人哋錄音嘅時間下播一點點，個人錢一般來講嘅話，一定一個幾點嘅主管啦，還是帶隊嘅人有冇提點講，所以提倡嘅幾點，大家人都點點。其實有時把看戲啦，下播都看戲。當行嘅人都演戲，但係人哋實際上係有聲音，係咁嘅意思。我都想講，但係下人會譬如講唔咩啦，唔講咩嚟啦，我插嘴喎。唔會啦，唔會哦，基本上唔到。好，其實我可以點唱，要佢點唱，你一定馬上去談，多帶人講乜嘅內容。咁像我哋一般來講嘅話，差唔多因為聽嚟講4點鐘上課嘛，從咗2點鐘就開始錄音嘛。咁像2點鐘嘅話，唔差唔多可以錄1度嘅人客。一般來講可以錄到10個嘅，如果後輩唔係建議長嘅，唔係建議長嘅，每啲人嘅話唔最少如果主題以乜嘅題名係哪題內，甚至於導師而家講嘅乜嘅內容，比完整嘅講係，你可以切下地，你揾下地，你睇後置嘅時間，即係可以通作啦。前面嘅時間你最少以嘅題名來之內。去分享乜嘅內容，一條睇佢是講係嘅，精彩嘅人哋都多滿一些，比講個長用個長一些，安尼都好嘅。等於講，依啲我哋咧睇人啥差唔多都分到差唔多10多分鐘，因為講2點鐘我有10個嘛，他們前後打招呼係咧即個小介紹係差唔多內容加上咗差唔多10分鐘。唔故意都那一剪，像一般來講嘅話，你剪起以後會當場俾人聽咩？唔係冇人夾，因為後置嘅時間唔係將聲音一定去做調整。通常如果以前喺廣播嘅話，都哋講廣播上線嘅時間，咪會將連接，接本一條沙期嘅主管佢就講對應嘅重調。第二如果更加冇廣播嘅一個，好簡單，我哋 Podcast 嘅平台嘅連接。有5個平台，我都接5個連接可以的。而都可以透過一個東西去談到你即個書房嘅內容。嗰種就意思講，一條書房嘅內容唔係練習用嘅，其實後來我變咗人家 podcast 地方變成一啲節目嘅一部分。嗰種一條羅波比正式也接觸到人家訪問以後，而正式可以睇我哋嘅 podcast 談到，你即個嗰種睇啲完整嘅節目地方，有一團訪問，然後你也會回答。嗰個其實一樣，你可以從邊一拉呢？嗰度日本我同主持人講嘅嚇，有個東西好多人有講到，除了增加老人家嘅成就感，其實都係比喻啲子女、孫子女，甚至於因為人都有講到，廣播也好，或者講其他 podcast 係可以出去國外嘅，讓你冇國家，而聽外國嘅親戚朋友全部都聽得到，而且曉得18講電腦啦、手機嘅操作。有咩可以傳遞的？所以嗰聰明嘅人，去做行銷嘅人，如果將嗰啲東西散出去，一啲人30倍、40倍會變100嘅，又會形成一啲更強嘅行銷嘅能力。同時其實睇外面嘅字，可能我從來冇聽過也爸爸媽媽講嘅啲事情。尤其講到煮飯啦，講到這個路卡事情嘅話，從以前可能冇人記起聽過。佢將唔知個了解很多嘅啲故事地方，唔知個係咪同人分享？我一兩個人感覺到佢神奇啊！我來分享兩個好。第一係提女僕嘅美火沙琪，一個白眉按到黃玉梅，92歲，2年前訪問嘅啦。亦都分享以前上同美火科技大學嘅學生嘅發生車禍嘅事情。
嗰當時我談多嘅時節想講啊，慘嘅，一個可能我有離題啊樣，結果唔係。而講嘅意思都講，因為也先生後來冇去追究一個學生嘅一啲責任錯嘅，一個交通事故算學生嘅責任個態，去衝到也先生，啊要處理，要花一條錢，但係一點錢都冇同一個學生嘅拿。天天都講，有講過一句話，要講，人家讀書也冇簡單，家境也唔係幾好，喺種講要求一個學生嘅，愛來付一筆醫藥費，可能要負擔。啊，如果講，我都看高嘅去，我等自家處理都好嘅。佢說，甚至於如果講做福建嘛，佢一點錢都冇，都直接由學生嘅去處理嘅。當然也談起來係細細嘅事情，都本人感覺到以前嘅老人家人過神仙。好啊，最起碼我都提後輩，而談課嘅時節講認真，伊都冇嗌記法。伊講先生，家可以做小抄嘛？我講唔怕，唔你做大抄嘛唔怕，因為我哋呢企業係人生意，唔係愛錢要嘅嘛。佢說人哋現場嘅動作都冇關係，唔多時間拿出嚟動咩可以。第二個起碼我都講，也來嘅，甚至於鼓勵佢，我念佢。阿妹，你唔去趕快幾點咯？根本你有呢，那你冇去學，佢啷係人安尼攀入嘅法通呢？係以為也來嘅一定會提高，唔會犧牲，也係改好，對人哋老人家改好。亦都講以因為來參加一個課程，而退下先生，兩個人識國家嘅多些，健康嘅幾多。所以而對一個部分來講，也將一定去參加，趕快幾點嘅一個好處。加入一個節目宣傳本，所有冇去參加過嘅，還是講提在場嘅人，都本人感覺到一個老人家佢善心啦。冇唔錯，因為其實像頭先我哋施總哥有講到講，其實我哋有幾多嘅老人家喺度老嘅，其實愛種物，嚇種物，然後同時嘛係種物嘅一件事情都變成兩個老人家互相來照顧啦，嚇，咁種冇一啲新嘅一啲觸及嘅話，冇一些新嘅學習嘅地方話，其實真係兩個老人家。冇佢無聊，但是有一啲社會嘅一啲算是支持嘅力量，有啲社區嘅講法幾點來講嘅話，可以有幾多嘅人去提，互相來往啦，嚇，他個人去打招呼啦、上課啦、學習咩東西啦，可以有一啲算是算廣播嘅東西，可以講出自家嘅想法，然後同時有啲想法透過廣播嘛，不會有聲音嚟啲。我嗰時有聲音嚟，我出去去上課啊，因為其實我嘛講一啲事情啦，以前人哋可能嘅社區嘅講法幾點嘅時候，都發現一啲問題都講，嗰種以前嘅聲音嘅提供，只係爸爸媽媽去上課。以前如果打電話，譬如講有乜事情，我請爸爸媽媽把都打電話去社區講法幾點，因為做乜以前提供也不時間，也爸爸媽媽聽嚟，對聲音來講嘅話，其實以前都嫌過安聽，以前冇講過因為其實而家有時我哋想上下會有嗰種。奇怪嘢嚟來去去啊！嗬，咁種伊哋提供有時爸爸媽媽提上課啊，吧，伊哋真係個安心。提供爸爸媽媽去奶嘅，唔好講你下戳水奶，一下戳水奶。但是聽嘅故事咯，聽嘅故事係乜嘅？聽嘅故事同我媽媽有關係，也係祖國啊！嗬，很多大證人，我係咪18歲，伊哋都提高雄結婚，同我18個，但係你過一段時間可能收入唔係幾好。而自家都搬過來鄉下，他呢也先生喺我哋高雄上班賺錢，只有拜六禮拜那會回去。而啲人回去嘅時節，因為伊嘅家官家娘都過身咧，都同我媽媽提聽書記。而過來嘅時節，連我現在買菜伊都講唔到，佢說我媽媽會聽書記。嗰時其實人哋有啥可能會有啲個奇妙嘅故事呢？嗬。但是休息下，我哋下一段節目，我哋施總哥我同講，到底一中間有乜嘅神奇嘅故事？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來自我哋屏東內埔理事長施總哥來到現場同分享講，有位老婆比愛廣播節目地位幾多神奇嘅故事。我想請問，因為頭都已經講到一半嘛，後來咯，後來發好，你講頭都有講到，你講一個18歲幾多我哋陸下嘅，我媽媽嘅也係得嘅。
伊如果听书记，因为伊几来时间人生地不熟，即家看家用有过身的，如第沟通伊啲人啦，如何妈妈如提重度的听书记，现在伊去买菜，介绍讲要附近某个地方买某个东西提来。第二，如讲听书提照顾生意的，毕竟伊哋富人家人，伊哋看下提都市行，伊哋係供出来嘅一个生意的。伊如讲无伊哋个企业事情，伊讲伊哋咧生意呢，学事学鸟吼，哪都唔学，伊天天我哋咧客堂啊，每摆伊带下生意呢，移动下落卡，如何提嘅睇照片，我妈妈如何听书提处理，而提听书，伊如鬼感性，一种东西伊记下提习惯度嘅。当伊对伊嘅采访讲出来嘅时间，我头脑已经有几画面出来，虽然我冇看到，但係我都知。後來都講，因為嗰度事情，我係媽媽見搞幾聽書記，甚至有時隻金錢行又會有多少嘅幫忙，伊都可以感恩，也個慢慢嘅伊哋聽書，所以同佢講嘅時間，伊都還會啦，從一下已經研究嘅，而還會有時隻個人個結婚買一些東西同媽媽，有都係咁多，媽媽做人嘅成功啦，也係係提拔。對別人嘅在行談到，我媽媽係讓佢哋支持，也係一個感動嘅地方。因為真係冇簡單啦，因為其實吼有時隻講一定富人家安尼規落去帶生意咧吼，咁有時太太細細，有時隻都社會有啲冇方便嘅地方，吼都有啲安尼妹妹，吼唔好計較啦，吼唔好計較，有時有我哋個嫌棄啊，係都嫌棄講又冇人睇到睇到乜個事情都係你聽數。但是媽媽唔會做呢事情，嗰時我相信時間過安久嘅嘛，第講其實係最困難嘅事情。伊啲妹妹睇隔壁安尼去聽書，伊相信伊生意都冇見得，因為迄種鄉下人咧，伊啲人情啦，因為太太細細，他個人有人講路強種情啊，強貨房嘅人，他係強下行用路係親切吼，唔像有些都市鎮嘅地方，連隔壁黑萬人都唔識，嗰時其實。相比方來話，其實睇我哋鄉下嘅生活地方，他個人咧來來去去時還有個好。所以我哋都較雖然講開店，其實講人家開藥店地方，大部分都老人客嘅啦，真係人客啊吼，唔係講大部分都唔係來買東西，係來係咪開檔嘅，係冇唔錯。真係都看到講啊，他個人來入邊買一些簡單嘅事物，吼，其實都係講法。好，等於睇鄉下開店都會變成安尼。佢從唔知個要睇啥期嘅廣賣機店來推廣嘅時間，唔知個睇一度嘅廣賣機店來推廣也會節目啊。目前有5個機店，這個部分我要感謝伊個單位，很多內埔嘅 DOC，黃永全先生，伊係黎明村嘅村長，因為當初有3個機店，有5個當中有3個係以下計劃。嚟去做公司，來做一個發通嘅推動，美和沙期、羅皮沙期，還有興南沙期，一3個。2個係我設計去直接提前接觸，直接去提前談。伊哋都係嘅故鄉，慢慢咧唔叫沙期，也都提啲，後又係最先嚟做一個羅布比愛廣播嘅一啲單位，最做嘅。其他都係還有一啲都嘅從事嘅新談。目前喺進行當中，已經上去考嘅，查入係最後一啲留言嘅部分。佢種人哋冇共用嘅沙期講埋幾點啊？幾點我哋咧羅布比一定講出來故事，無論一定參加嘅方式有冇共用冇？一定會冇共用，因為每一個人分享嘅東西啊，同伊嘅想法一定有關係。其實我有時就去回想嚇，每一個人分享嘅個精彩，但係因集中起來嚇，也變成講喺台灣嘅一啲。眼睛嘅民間嘅故事嘅眼睛嘅歷史，因為我講，人哋都有講過，90歲嘅人而分享嘅係可能個做事嘅事情，50、60歲而可能分享嘅係其他，有人分享小可嘅東西，像我本身就做 podcast，我又會將伊嘅小可表揚喺地方去，都變咗係創作嘅啲元素，所以話講一條東西真係該珍貴，我係希望講，迄陣講政府機構啦，還是講像之前係有有提定討論過紅道，一定要咩睇一塊睇親情親歷本人，可以投入嗰度嘅資源本，嗰度嘅沙期，仲有一條老人家嘅故事嗬，比人哋個蓬勃嘅去發展起來，因為人哋個操。一般庶民的生活，其實真係都要靠那個口述歷史，好，但是有些口述歷史冇辦法做按全面。
大部分會做嗰種從業人啊、文人啊、高中啦、鄉長啦，嗰種人咧，有啲口述歷史，但是真正講到一般日常嘅我哋講庶民，日常嘅生活嘅嗰種故事，其實佢少唔做。嗰時候其實唔多啊，你經驗冇感覺到，其實佢重要，因為也是幾時，我哋都慢慢的拼湊成差唔多民國50-60年、60-70年，其實台灣唔管係睇女配嘛好，睇賴米沙奇嘛好，睇我哋吳橋水嘛好，其實民眾嘅生活，像我哋雖然講我哋算是6隊，我哋女配嘅生活都同吳橋水嘅生活都冇同同樣，像我哋女配嘅話算是一啲佢複雜嘅地方啦，因為我哋自古以來都我哋原住民。原住民對身體冇下來，要聽你陪觀察。嗰時我哋玩些時，我都嗰隻看到我哋啲武睇幾片食賣東西啦，帶上去，然後我哋本來都嗰度跟我哋講好容易會睇我哋女陪嘅嘛。嗰時其實我女陪嘅成分都真係都其他嘅嗰種西裝嘅上邊都可以冇同共樣。嗰時一啲算是靠常用嘅東西，但是可能同時可以記錄。經驗推東西其實冇簡單，咁未來有乜嘅地方冇？其實還係可以有嗰度種作法啦，那個部分都要先做，因為其實五個沙期唔多啦。新嘅東西是我認為講吼，像老人家冇認為講一定嘅學習係有退步還是咁樣，應該是講那陣設計課程嘅人可以將嗰新嘅東西用樣嘅方式加下入去，分享兩個案例本。主持人談，第一點就講 AI 而家最流行嘅人工智慧嘅東西，人哋會認為講，哎呀對老人家嚟講天差地別，手機都唔曉得用，其實唔錯。人哋應該全面地改簡單咧，所有嘅東西都共用，數位還是媒體，因為本身係科技出來嘅，一啲最簡單嘅道理應用，唔能曉得應用，改簡單嘅啲道理，你講，我更加係想讓我將 AI 俾老人家去教。一啲最簡單嘅，喺翕相，翕被音量上下，你會變成孫悟空，變成超人，變成乜嘅？伊可能會去跳，會去黐，冇複雜，音量上下都可以。我nhàn下去，安尼你會變嘅，我嘅面相，你會達到孫悟空嘅身體，達到超人，達到女超人嘅身體，不是人講我難啦，唔愛。喺睇唔即間用嘅，將一個東西放入去老人家一個課程，因為伊人有童書哦，有看到伊嘅東西出來哦，甚至於你做個複雜嘅事印出來咩？印相片樣嘅，安尼沒有個簡單。如果可以設計可以同條路，第二路係結合我之前講嘅搶人攤牌嘅，也已經做啊差唔多，也有一啲單位睇目前喺談合作嘅，如將將人攤牌嘅觀念加上，人哋做乜嘅東西可以去減碳，比同數去做。之前有分享過，比如講果皮，而家熱天咧，西瓜還沒幾多，西瓜皮可以做乜嘅用途嘛？係可以，人哋將一個東西寫到課程地擺，比伊來削西瓜皮，比伊來做東西，搞佢講，安尼做，人哋會為地球嘅環保，盡一份心力幫會減碳哦。不過，我是認為實在認為啦。只要你有想法，寫出你嘅SOP，你嘅構想，其實寫到俾老人家去，一定可以做到。嗰時人哋講嘅意思係講，唔係講因為講啊，人哋睇嘢實老嘅，嗰時其實都唔可以學新嘅東西。像頭先講嘅，其實從 AI 嘅東西啊，但因為算是更加最先進嘅東西，但是我哋可以利用我哋去課程嘅設計，俾一定用去使用一個工具啦，好像我哋現在面臨到很多的ChatGPT 啊，其實更加嚴嘛的學，用去使用一個工具，其實睇嘢實嘛係，但是一定咧學習嘅過程要經過設計，安尼嘅話一定還是可以去使用我哋更加最先進嘅東西。咁從更加接觸到我哋嘅沙期嘅講法幾點來講，反正即個因為講沙期嘅講法幾點，除咗更加一啲功能以外，以前下一輩有乜功能冇？載體老化路係最好嘅功能。因為我講咧，第一不但有共產，傳一條本老人家識；第二有課程；第三有等來也委託甲別人沙參加一條人交流。你唔會做孤單老人，唔會講一啲人孤孤時時邊一企喺樓下看電視，
公我块糖啊，嗰種電視啦，但係人哋嗰塊糖啊。問題如講，其實每一個人提老人嘅一段時間，攏係有伊嘅價值。不過唔係學習，還是唔係付出，攏可以。嗰所以話，因為講一個地方也係改好嘅，因為每一個人會老，10年、20年後，人哋咪變下老人家，人哋嘅下路是有人批判嘅。嗰所以提一個部分來講嘅話，批判、用餐。上課學習知識，同大家人互相嘅交流，係對人哋社會福利，尤其係對超過年嘅一個老人家部分係改好嘅部分。係因為講不單去做，還要擴大層面去做。唔講幾點，其實係因為是行唔到啦。從嗰度總頭其實係冇嘅，冇嘅部分係因為講可以量嘅狀夾起來，向下去攀，唔好講。嗌群眾還是嗌萬人、成百人冇去做，變成係也都冇，安尼唔係幾好。迄個種講下，啲觀眾朋友看今日嘅節目地方，而且個對下個節目內容係個有興趣嘅，按樣聯絡啦。基本上吼，一個部分因為要設計，嗰所以嗌可以將嗌所啲嘢同大家人做分享，可以去面書啦，去搜尋都可以尋得到一條資訊。其實講從頭到主持人講嘅，唔都用。羅布比喺廣播也可以收錢，都錢得到。啊，有時有嗌提供乜嘅服務，還是講指導，大家人嚟互相交流下咧。每個人都會老，但是喺老嘅過程地步，一樣嘅俾自己老嘅健康、老嘅生活可以過好，其實算是一個幾大學題。可以咁樣節目，我發現到講，其實喺老化過程地步，我哋還是可以學習到新嘅東西，只要把我哋嘅課程慢慢地設計好。今日感謝我哋施總哥，嚟現場分享安精彩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各位觀眾朋友。休息下喎，得聽我哋線上來強下運動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點讚，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